大家平安，大家出头天，大家新年恭喜！今日真欢喜吼，佫是咱的这个台语沙龙的讲座的时间。今日的主讲者甲主持人呢，拢是这个优秀的台湾语文这条路的青年台湾语文的研究、台湾语文的写作这条路顶面优秀的青年第青红我的学弟啦迄个即马是成为出版社的编辑啦陈德修嘛是我的学弟啦两位有真侪等下针对主题的讨论所以即个部分我就莫讲留互因来讲。真欢迎大家会当逐个月拢来参加咱台语沙龙这个讲座这是李光桥台语文教基金会从几个月开始，一个月一摆固定的这个台语沙龙有，用台语要沙什么主题拢有的台语的沙龙讲座咱今日这个主题其中的一个部分去讲到的物件甲我身躯顶这领衫有关系啦，就是有迄个事件才有这领衫安尼啦等下迄个少年人讨论了，若还阁有一寡时间，咱会当才阁来延伸啦讨论。好，安尼即摆时间先交互咱的德修。大家好，我是陈德修即摆是世界研究社节目叫咱进前的台语沙龙有讨论了足侪议题，像台语电视台也是到一寡台湾语言意识的问题。然后即摆开始进入了较偏向文学即个议题，像顶届的李庆华教授也是讲文学的议题，所以咱即摆嘛是较我文学的议题，就是可能有个人去册店，你若去细细现到一本叫做啥物台湾文学史，你啊凊彩摕起来现，发现内底的介绍的册，介绍拢较侪是华语的作品，还是华语的作家，你着有一寡问题讲，毋是啊，台湾嘛是有别种语言是安怎因的语言写的作品无互放伫台湾文学史内底咧？所以这就是今仔可能要全方要甲人介绍，还是探讨的问题。都要我 Q 掉。好，多谢德修咱师大优秀的学弟。今日足欢喜有这个机会，而且和大家做一个分享我是千宏。顶回来遮是主持啦，对但是正常我学这会文就甲我注文讲，袂使你俩来讲一场。原本是顶个月就要来结果较无用，就是拄好就今年的头一场就来遮所以我是着较紧张另外。这时间2点钟，可能比我硕士论文考试的时间搁较长淡薄所以淡薄仔紧张因为足久无讲尤其是这个沙龙，我感觉会来的人可能拢是对于不管是台语，或者是讲即马相关的一寡议题，拢相对是较关心的先辈甲朋友。所以今日要讲的物件，我其实丢足久的，就是简单。想用一个较轻松的题目，想讲来和大家分享我硕士论文的一寡看法，但是我感觉若是即场拢总讲论文的物件，可能伤硬斗，伤硬斗伤幼路的物件，可能大家听会就困去所以我想讲换一个方式，就是讲我诚做一个台湾语文学系，就是较头前届的学生。我伫咧做即个研究的时阵，其实。我毋是一开始就是想要做即个物件，做即个主题，是因为有一寡经验，有一寡想法，佮有一寡现象，互我开始对即个问题有小可比别人了较注心淡薄所以我是希望讲用我，譬如讲做咧读册的时阵，或者是讲即马伫出版社做工课，或者是讲阮一群朋友关心台湾文学发展的遮个朋友，较少年的研究者。
咱普通时啊咧讨论咧思考的一寡问题，咱是安怎去看吼？就是或者是讲，尤其是对蒋义文老师和吴春明老师因两个即摆几档啊，6档啊吼，2011年到即摆吼6档啊，这6档前的事件，我认为是一个有关台湾文学佮有台语文学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吼。相对我来讲，因为我感觉这是一个长久以来无法度解决的问题，而且咱即摆可能也无法度将伊好好来讨论。所以我的论文主要就是咧处理即项重点，啊，是安怎我会来处理，这可能就和我是安怎要来读台文系、台语系有关系。所以今日即个简报吼，其实内底藏足侪物件是我可能旧年伫一寡相关的演讲，比如讲咧讲语文发展的历史，佮有一寡台语台文系数的一寡问题，佮有我硕士论文的一寡重点，我就是甲伊拢总包起来讲。所以今日即份是旧年所有演讲的大补贴，对啊，真精彩拢伫遮。所以我是希望讲，就我家己的经验来和大家做分享，希望是莫伤过学术的当然，一寡学术上的观点，佮有讨论嘛是有毋过这可能较毋是今日的重点，主要是我家己的经验，我的想法提出来和大家做交流，好。所以我嘛是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清风。我正前即马是伫正义出版社咧做主编，大家嘛拢知影讲，正义出版社其实是台湾即马较少数、较关心即个台语文一寡创作，佮有出版的出版社，其他比如讲佮有金安，佮有其他的譬如讲游山社，嘛有出一寡台语文的出版品，像这出版社。其实咱一直拢足注心讲台湾本土语文甲文化，伊伫即马市场内底的情形是安怎？譬如讲，咱讲到台语书到底好卖歹卖啊？即马人无咧读册啊，出遮个台语的物件到底有啥物人咧看？但是就我的经验嘛，譬如讲前卫正前有出一本册叫做台语原来是安尼，伊虽然是用华语写的，毋过是两个少年人，应该是讲。一对少年翁仔某，因咧学台语的一寡经验，因的过程是安怎，因就甲伊写落来，用插图去介绍一寡台语的词，互大家知。虽然伊毋是全部拢是台语的创作，毋过透过即款的方式去介绍台语，结果即本册伊得到就是中国时报的开卷的美好生活书。所以阮认为即种的创作，或者是讲即款的做法，伊其实是有伊的市场的，只不过咱可能过去较无做即款的试验，无即款的出版品出来，所以即本书得到即个开卷的美好生活书了，我就感觉讲，即个市场可能是阁有希望，阁有希望，所以继续咧拍拼前位就是今年嘛有一寡台语文的出版品，拢是甲过去可能较无共款、较趣味的物件，所以嘛是会当甲你大家期待就出版的角度来看，台语文佮有台语文学的发展，当然伊是较弱势啦，坦白讲因为读者可能就是较关心即个议题的人，伊才会来接触或者是讲伊甚至爱有基本的能力，伊才会到看文，譬如讲。你可能爱看，至少嘛要会晓看迄个教育部即个伊的即个台路甚至是有个人较高有法度来看白话字伊基本上有一寡程度的要求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安怎讲？目前咱咧做台语文出版的一个算是一个门槛啦，我感觉是门槛要安怎下过？要安怎超越即个困境？我感觉即马其实有足侪出版社，甚至是讲咱伫 FB 面册顶面足侪社群，大家用读册会，甚至是用即种咱讲图文搭配安尼去推出一寡台语的物件。我感觉豆是有效的，所以我等下嘛会起一寡例互大家看。另外我有个人的身份，比如讲我是大家敢有听过汉台青？汉台青这个组织就是。正前因为要抗议迄个前文化部长龙应台，伊就是用伊就是算讲有一寡较无尊重台湾研究台湾主体性的一寡做法所以让有一寡
譬如讲记者会，吼，甚至是讲开一寡论坛，邀请大家来讨论，吼，甲和台湾文学发展有关系的一寡代志，吼，其他佫有包括讲欧商迄个课工的代志，迄项课工，遮个代志其实就是咱一群朋友，咱做即个青年组合，吼，来做伙发声、写文章，吼，甚至是讲开记者会来做一寡意见的表示，吼。当然，即摆因为大家拢咧做头路，咧无用咧无用，吼，所以即摆暂时是无啥物较正式的活动，吼。只不过我认为以后若是有相关的遮个代志，搁发生的时阵，吼，咱希望会像特首即款的优秀的少年朋友，会当做伙来拍拼，吼。吼，另外我拄则有讲，我是。进前是大学的时阵是读迄个中教大吼，台中教育大学的台语系，台语系。伊其实专名是台湾语文学系，吼。毋过，阮的系主任迄当阵创系主任是安维仁教授，吼，伊就讲，袂使你简称一定爱讲台语系，你袂当讲台文系，是安怎？台语系和台文系到底差伫倒？伊会当有台语，伊会当有台语，上课拢是讲台语，吼。我感觉即个名称的问题，其实是一种坚持，而且即个坚持，我感觉到即马是有效的，是安怎？因为你譬如讲，有一寡平平拢是台湾语文学的遮个系数，吼，伊本身可能无啥物咧强调讲本土语言的问题嘛，所以是台文系和台文所，吼，我感觉是安尼，足有了一寡差别伫遮，吼，是，这是一个你安怎看家己即个学科，家己即个学问，吼，佮有家己即个做研究主体性内涵的问题。所以一开始，迄当阵吼，咧决定讲要高中要毕业要读啥物科的时阵，看到台语系基本上是感觉怪怪，因为迄当阵台语系是一个足新的物件，过去无嘛，过去可能要做文学研究的人，伊都会去倒位？会去倒位？中文系吧，对，拢是中文系的传统吼，甚至是包括我迄当阵第一志愿嘛是中文系，吼，坦白讲，但是就是。阴错阳差吼，我感觉就是一个命运的即个选择吼，就是后来读台语系，我谁会去读台语系，等下嘛会当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后来我就来到台北来师大读迄个台文所吼，迄当阵是台文所，即摆有大学部啊，所以即摆变做是台文系硕士吼，所以若是以我个人来讲，我可能就是算讲。中教大较早期的一届毕业生，而且是大学，佮有研究所，拢是完全伫台湾即个系统内底安尼成长的，吼，所以我看到或者是讲我感受到，可能相对来讲会比可能考专学科，吼，可能专系入来的人，可能你过去有别种学科的经验的人来讲，我想看到的物件是无共款的。吼，所以我是安怎看即个问题，吼，等下嘛会当和大家做一寡报告，吼。另外就是当咧出版社做头路的时阵，甚至是讲我伫硕士班咧写论文的时阵，阮其实有一群朋友伫永和的社区大学咧讲课。伫遐讲课的时阵足趣味的，吼，因为会来上课的可能拢是已经退休的，吼，有少数是佫有咧上班，伊下班了佫拨一寡时间来听你讲物件。你入去迄个教室内底，吼，教室可能日时是遮个各种的学生囡仔，暗时就是遮个咱的学员伫遮上课。我可能感觉暗时遮个学生可能比早起时的学生佫较认真100倍可能有。但是伫即个环境内底，我感觉即个所在足趣味的，因为永和基本上是一个咱讲公务员较侪，公务员背景较侪，吼，而且可能是外省的背景较侪。坦白讲，就是即个所在，伊的人口，佮有伊的职业的分布是安尼。所以伫遮咧上课的时阵，其实咱会去顾虑着讲，咱若是上课的时阵，了讲一寡台语，敢会使？吼。结果我感觉嘛足趣味的，就是你入去教室内底，结果所有的你的学生，大家拢讲台语，讲足欢喜的，所以你嘛伫遐讲台语，讲足欢喜的。所以颠倒变做是讲，阮迄当阵就是一学期找4个讲师。3+1，4个讲师，吼，咱去讲课的时阵，可能大家普通时仔咧讲是讲华语，讲较济，但是你入去教室内底，马上就转换频道，开始讲台语，足顺的。所以我感觉这颠倒嘛是一种活的啦，就是讲，
咱伫即种环境内底，大家是安尼接受即种语言。咱遮做研究的人，其实要思考的代志是讲，咱要安怎用大家拢较亲近的语言，将咱的知识传播出去。所以，颠倒是咱去上课的时阵，是咧练习安怎做翻译。我感觉即个物件最重要的，因为论文你普通时啊咧写，你写华语可能一般人拢看无啊，你要甲伊发做台语。所以基本上，这过程当中，伊是有两层的课题啦。譬如讲，你要安怎甲遮个论文翻译做，就是一般人会当接受的遮个论述、遮个知识。过来是你要安怎用大家较亲近的语言翻译，互伊知影，互伊了解是啥物意思。所以，阮就是伫即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思考足侪问题，思考足侪，譬如讲台文要安怎发展，以及咱遮个少年辈的研究生，以后若是要做学术研究，或者是讲无可能入去学校内底做学术研究的，咱以后要安怎？所以包括遮个问题，其实是咱一直拢咧思考的，所以以上是我家己甲讲伫我读册，佮有到即马咧出版社食头路的过程当中。几项较重要的经历，以及遮个经历，和我今日要讨论的即个题目，伊某种程度是有直接关联的，对。所以伫遮嘛，互大家了解一下，放一张较少年的相片来骗食安尼好，我即马想要先讲迄当阵是安怎会来考台语系，最近偌好足红的，所以佮甲请出来，毋是条件要甲请的，是因为伊足重要的，是安怎？因为伊是，我迄当阵咧读，我国中迄当阵是所谓就是认识台湾教科书的第一代，伊当阵才开始有即种，开始咧讲台湾的历史、台湾的社会，佮有台湾的地理，才科目的课本头一代，我是迄当阵的学生。可能到我高中的时阵，高中的课本内底已经开始有收偌好的文章啊，就是一支亲啊。应该大家拢有看过啦，一支亲啊，算讲是足出名的。毋过我迄当阵咧读的时阵，读，我毋知影大家咧读的时阵，有和我感受到共款的问题无？就是讲，若是大家即马去看即篇文章，你会感觉伊上大的问题是啥物？伊上大的问题是啥物？你敢有法度甲读出来？敢有法度？若是讲要叫你读，你要安怎读？老师讲安怎读就安怎读。老师讲安怎读就安怎读。好。你拢无问题嘛？你应该拢无问题啊。对，但是我感觉对一般你可能袂晓讲台语的人，袂晓讲台语的学生，伊可能会拄着这个问题较严重，就是讲足奇，就是伊看起来是中国白话文，但是读的时阵，你看到某一寡字。你个会卡伫遐，你毋知影讲到底是要安怎读，甚至有诶你可能看无，伊可能是台语诶少字，伊可能写袂出来，遮个情形等等，所以我感觉迄当阵我感受到诶上大诶问题是这，我毋知影大家是迄当阵咧看诶时阵有即种感受无？即种我个人诶感觉是非常诶强烈，但是大家有啥物问题，或者是有啥物意见，欢迎随时举手，我感觉会当用开讲诶方式，较袂遐无聊。所以我迄当阵看到即篇文章，我就是有即个感觉，讲是安怎迄当阵日本时代的台湾人、台湾的作家写出来的文章是即款型的，这其实足奇怪的代志，所以迄当阵就是像拄则特首讲的啊，老师讲安怎读就安怎读啦，安怎读就是读啊安尼哩哩啦啦，嘛是甲读了。毋过我的国文老师迄当阵讲一个重点，我感觉足趣味的，迄可能嘛是我做。进入即个台湾研究，甚至是做关心台语文议题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迄当阵老师上课的时阵，伊拢会讲即个所在是啥物修辞，什么修辞，伊就讲偌好，伊伫即篇文章内底，伊用台语的词，来让讲它，我们可以讲它是一种修辞，叫做非白。请问在座各位，敢有人知影啥物叫做非白？敢有人知？都毋知，可能我迄当阵国文老师真正有淡薄仔研究，非白若是大家去看修辞学的课本，伊内底的解说是讲，作家伊
专工用方言，注意哦，专工用方言，伫文章内底用方言去增加本国语文的内涵，用方言增加本国语言的内涵。迄当阵我的老师想讲是安尼，甲咱解说，大家听我拄则念迄段有感觉怪怪无？请问偌好？迄当阵的本国语言是啥物？本国语文。日语，其实是日语。但是偌好伫这篇文章内底，伊毋是写日文啊，伊是透过迄种书面语的方式去学迄当阵中国白话文，伊咧写啥？伊是透过目睭去学的。虽然讲伊可能袂晓读，毋过汉字就是即种系统啊，是即种非常视觉的语言。你就是看即个字伊的形体，你了解知影讲即个字是啥物意思。所以迄当阵的作家拢是安尼去模仿迄个五四运动以来白话文的即个形体。但是偌好就拄着一个问题啊，有的字你毋知要安怎写，尤其是台湾话的字。迄当阵就是你可能譬如讲民间的遮的歌谣啊，可能有人开始试人咧写，毋过迄当阵无像即马安尼有一个教育部，互咱一个字典，一切拢是遮个作家、遮个创作者豆豆去摸出来。所以迄当阵像赖和啊、黄兆辉啊，遮个人，因就感觉讲，我要安怎写才有法度表达讲，即个物件是。我用中国白话文无法度完全来表示台湾的即摆的情形，台湾咱实际上日常生活内底即个情形无法度，因为大家迄当阵拢是讲台湾话，所以伫赖和的文章内底，咱就会看到讲即种过渡期间伊的选择的做法，就是讲我主要文学的语言书面语，大家开始学，所以是用中国白话文来做主题。毋过有一寡伊感觉是台湾特色的物件，伊就试着来用台湾话文表示。所以伊安尼试落了后，就变做咱即摆看到的这情形啊，就是你无法度完全用中国白话文来读，你可能有一寡所在用台湾话来读会顺，但是你嘛无法度全部拢用台湾话来读，可能。你要读嘛是会使，不过你要翻译，你要甲即个中国白话文的所在，你要甲翻译做台语，你才有法度。所以我迄当阵就足犹豫啊，若是遮老师安尼讲解说会通，其实讲袂通嘛，对。而且有一寡研究，即摆嘛讲出讲，赖和伊其实到最后一篇文章，甚至是伊尾啊咧试验的遮个物件，是愈来愈瓦记台语，所以。若照安尼讲，伊是赖和一开始是想要写台语，毋过伊当阵伊的工具无够，工具不够，伊必须爱先透过中国白话文去知影讲啥物是五四运动以后的白话文学，伊爱先知影即件代志，伊才有法度来思考讲，台湾的文学若是要创作台湾的特色，我要安怎做？所以，咱即马的研究，你大家若是有兴趣去看，就知影讲，其实赖和一开始。颠倒是较想要写台语嘛，所以伊才会安尼表现啊。好，所来，自由悠，最近新闻足夯的吼。自由悠，我感觉这个论题是足有意思的，想要讲，因为迄当阵包括讲日本现代的这个思想，其实伊有出现自由这个字，甚至是讲教会内底，教会自由这个词，甚至是讲自由悠这组词，伫教会一寡文献内底，你嘛看会到，所以。大家最近咧冤讲，伊到底是写油还是写染？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无重要嘛。我感觉毋是上重要的啊。对啊，我个人是感觉讲，就是油嘛，这无第二句话啊。好，要考证我随在你去考证。但是，这个自由背后，伊其实是一个实命题，甚至是讲赖和这个知识分子，迄当阵咧看到这个词、这个概念的时阵，伊背后迄个背景是啥物？日本来的。可能有一寡是透过教会来的，教会白话字一寡文献来的，这个物件是较趣味的，较值得讨论的。毋过即摆大家拢伫咧考证，这是一件最无聊的代志。颠倒是赖和迄代知识分子，因伫迄当阵是安怎接触到遮个新的思想、新的词，而且甲试验落去伊的诗文内底，这个物件是颠倒是重点，但是大家无讨论，大家拢毋知。我感觉这嘛是台湾文学研究团队一个困境，所以
迄当阵我就足骄傲啊，讲是安怎偌好会写即种文章出来，我都解说，所以我迄当阵就开始对台湾文学有一寡兴趣，有一寡兴趣。我拄则嘛讲啊，因为你要做文学研究，一开始拢是一定拢是看到中文系传统，所以我迄当阵去考中文系，但是无考着。无考着，尾后就是想讲啊，好啊，无来去即个较新的即个台湾系试看觅安尼吼，基本上是即个情形吼。毋过迄当阵我嘛伫成大汉中到台中咧中间咧选吼，成大迄当阵嘛开始有台湾文学系啊，吼啊中到台即边是台湾语文学系，吼，所以我就感觉讲，我若是要研究即个问题，我应该是爱。先知影讲即个语的部分，伊到底是啥物情形啊？你要先掌握即个语，我才有法度去讨论偌好的文章内底，伊的语文是安怎会出现即种情形。所以我最后其实是较希望讲去中国台语系，对，基本上是拄好，就是一个我嘛毋知要安怎讲，就是注定吼，我家己是安尼感觉，吼。所以我就是毕业了后，大学毕业了后来到师大，伫师大我其实嘛是丢足久的，其实一开始无想要做即个论题，我一开始要做的是日本时代的即个通俗文学、通俗文学，吼，就是上课上到一半，老师拢会叫你讲啊，这物件足趣味啊，摕去做看卖啊，吼，啊结果做了，就是单咧懵尔，懵到一半，吼，结果。嘛是无讲足有把握的，吼，无讲足有把握的。啊，但是就是发生今日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因为阮老师和村民老师两个人冤家了，我就是几百朵花，吼，几百朵花，真正是足生气的，我就来做这个物件，吼，所以我的硕士论文是《黄金声的台湾意识》，台语文学的发展、史论建构甲民族想象，吼，我今日有甲我的论文找来啦，我毋知影基金会这边有留无，应该有吧。大家当传阅一下。基本上，这本论文头前是华语，后壁是台语。吼，啊，我较贪心啦，我原本是讲找一个时间，就是甲后壁，就是甲后壁台语的部分改写做华语，啊，华语的部分改写做台语，安尼就变成两种版本安尼。我其实一开始是安尼想，吼，毋过嘛毋若是安尼，因为我感觉。我要写的物件有一半是要含无了解过去日本时代遮个台语文发展的历史，因无法度去读遮个台湾日本现的人，我用华语写互因看。另外，我是想讲，针对特别是战后台语文的发展一寡新的观念，或者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我希望会当含咱咧有较咧关心台语文议题遮个朋友、遮个先辈，咱会当用即种方式去做沟通，吼，基本上是安尼，吼，所以。就做这个题目出来，吼，这个题目，中得到三届的即个奖助，但是毋是讲，并毋是讲我家己外交，我的想法是讲，即个题目基本上伫即个学界内底是有即个需要的，有即个必要的，吼，大家拢认同讲，即个时间点来讨论即个物件是有意义的，吼，所以得到这三个算讲奖金，吼，我其实。家己嘛是有淡薄仔惊着，就是讲，即个物件可能普通时啊，老师或者是讲一寡先辈吼，因可能了我知影，毋过我毋知影因遮关心，甚至是讲我提出的一寡论点或者是看法，伊会当变做是讨论即个议题一个基础，伊是互人肯定的吼。所以我做即个题目了后，有一寡想法。我会尽量透过即种的场合，和大家做分享、做交流，无一定拢是对的，吼，坦白讲，无一定拢是对的，吼。而且，就算讲是大家咧做台语运动，伫立场、策略，佮有对文化本身的一寡想法，一定拢无共款。所以，我会希望讲，这是一条足长的路，吼，足长的路。啊，大家当对无共款的方式、无共款的角度去努力去拍拼，吼。但是，即个长久的沟通，佮有长久的讨论是必要的，吼，所以我一直希望讲会当有像即种的场合会当和大家做分享，吼。好，接下来就是今日的主题之一，吼，即张图我一直用，啊，结果因为是了落来，坐死拄解释拢足歹的，吼，即张图，
我都想要含《苹果日报》讨一场较高解析的我用吼。我基本上即场导演用啊，差不多要20个以上啊，就是大概即种演讲我都会用即场导吼。因为我感觉即个画面是一个冲击，吼冲击是，即个对迄当初我看到即个新闻的时阵，真正是，咱讲华语讲百感交集啊，百感交集吼，因为真无简单，伫一个研讨会的场合，吼来讨论一个台语文的议题，但是伊竟然是，互人用即种足无友善，吼，足攻击性的，吼，而且佫足无公平的评论来讲一件代志，吼。当然有人会讲，朱义文教授知影黄春明是一个，伊的性地就是安尼，吼，伊较容易起掠讲，所以有人讲这是叫假车祸，吼，就是挑工要去甲伊激的，吼。但是我感觉，伫一个民主的社会，吼，咱对你的意见无表示认同的时阵，咱其实有足侪做法，吼。我感觉像安尼来表达，讲咱长久以来对本土语文的关心，甚至是朱教授伊本身是直接用伊的时间，用伊的足侪资源咧关心即件代志。我认为伊有一寡观点，有一寡努力是应该互看到的，但是咱对迄当阵。看落来，不管是媒体或者是社会大众，吼，对即个问题，基本上是，我感觉迄个关心的迄个方式淡薄怪怪吼。你看过去，咱会当讲日本时代在画文的议题吼，也会当讲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讨论，吼，知识分子之间的讨论，吼。但是到2011年的今日，吼，今日，大家拢变做语文学家，吼。朱教授去上迄个节目的时阵，大家call in入去吼，大家叫我要死对无？我你明仔你是号络刷文主义嘛？你是咧讲对无？忽然间，每一个人拢变做是语文学家，每一个人拢变做是文化的研究者，每一个人拢变做是比台湾的学生更较台湾系，想拢无。所以，我感觉即个画面是即个事件，伊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冲击啊。我拄则小互大家看的，我的论文的题目，简单讲一句，我感觉若是在座有咧写论文的，当做一个练习，就是讲，你用一句话，敢有法度用一句话，就甲你的论文交代互清楚，做一个简单的结论，敢有法度？哦，我试做一摆的，哦，所以，我一直咧甲大家讲我的论文题目足重的啦，互我的一个歹习惯啊，就是写论文啊、写文章，迄名拢好足重的安尼，吼，歹习惯，吼。啊，若是有人咧问我讲，你论文是咧写啥？我就甲因讲，我咧了解主义文学黄春明想要冤家，一句话就解决啦，吼，一句话就解决啦。这句话背后，我感觉是100年以来，得要100年啊，100年以来，台湾这个社会对语文、对文化，甚至是对语言、对族群、对各种问题，你无法度解决的一个，咱用较华语的术语。较华语的术语叫做病症，哦，伊就是一个破病一个情形，伫遐菜伫遐，你无去解决，你破病拢有去医生馆去互医生看了后，你可能就是生一个癌，而且你就甲挖起来，你甲它切掉嘛，对啊。啊像咱台湾100年，这100年中间，吼，会发生遮济，就是问题拢足小小。哦，问题拢做相像，甚至是因基本上就是共一个问题，一直伫遐咧听，时不时就发作一下咧，就烦的。而且我感觉伊发生的时间愈来愈晚近。吼，譬如讲，咱讲日本时代30年代发生一届台湾话文论战嘛，吼，咱嘛会当讲伊是，台湾话文论战，佮有乡土文学论战，吼，看你用啥物款的角度去解说即个论战。因为即个论战到尾啊，就是讲较晚近，或者是讲较惯势讲日本话才知识分子，因就感觉讲你语文的问题无法度解决，但是我讲日本话，我用日语来写文章，我嘛会当表现台湾的特色。所以因讨论到尾啊，就是较无去管讲你要用啥物语言创作啊，反正我会晓讲日本话，我就是用日本话来写。我会当表现讲啥物是台湾的特色，吼，因的想法是安尼。所以即个论战到尾啊，就是伊就变做讲，
规个看起来吼，可能你若较无注重语文问题，你会甲互做乡土文学论战、乡土文学论战。啊，我是较坚持讲，咱应该要注重的是，即个论战到尾也是安怎台湾话文的失败，甚至是讲伊当然有留一寡物件，留一寡历史的文献落来，但是伫即个论战内底，语文的讨论是重要的，非常重要。吼，所以我个人是较坚持讲，即条论战我会甲伊号做是台湾话文论战。吼，所以来是差不多50年代，吼，迄当阵就是战后嘛，战后初期佫过无偌久，吼，迄当阵佫发生一届。基本上毋是论战，但是迄当阵是作家咧讨论讲，我伫文章内底敢会当写方言，吼，迄当阵佫是方言的时代，吼，我敢会当写方言，吼，方言写袂了或者啥物代志，但嘛等下含大家报告，吼。所以来是到80年代发生一届台语文学论战，吼，即个论战我感觉嘛是足经典的，就是讲伊伫一寡报纸顶面，佫有一寡公共的媒体顶面，伊拢有一寡讨论，吼。但是相对来讲，像咱即摆大家拢毋知。大家拢知影讲，过去战后，佫有一届乡土文学论战，对嘛？哦，譬如讲，前一阵啊，迄个王拓贵星，王拓贵星，大家就是讲，伊有含迄个乡土文学论战有关联。好，啊，但是像咱大家拢毋知影，战后佫有一届台语文学论战。哦，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啊。好，佫有即摆的论战讨论的问题，和过去敢有啥物无共？我感觉是。差不多同款的，差不多同款的。我看迄个历史的资料，有当时看就熟的。恁有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哦，无法度，哦，这个研究就安尼。好，接下来就是2011年的蒋黄事件，好，我想那个好啦，好，所以大家看这个时间点，你差不多就是30天就压起来，足趣味的吼。啊，以后要安怎发展，我毋知，吼，毋过。我感觉是会当期待吼，像咱我安尼讲，我等下嘛会举一寡例互大家参考吼。总讲一句，对30年代到2011年，差不多要100年吼，简单讲，要100年，你这个问题意识无法度解决，吼，真正是看袂过去，足奇怪吼。啊，你讲过去无台文系吼，甚至是讲咧做台湾研究的人。对即个问题，吼，可能早期才会史料，吼，才日本时代报纸还袂出土，还袂互发现，吼，所以大家无法度讨论，吼。但是到即马，你讲台湾系数80年代开始咧创到即马，最文学黄春明即个代志发生了后，规个学科，规个台湾系数，大家敢有徛出来，向咱的社会大众好好解说讲。即个问题是安怎发生的？敢有？我感觉是无。所以我看到即个新闻，规巴肚火。而且，伫即个事件内底，大家咧讨论是啥物？然后蒋万人抗议不礼貌，冒犯大师，对吧？安尼，你这项318太阳会的时阵，咧有一寡人有一寡反对的意见，伫遐咧讲，啊你安尼抗议无礼貌啊、暴力啊，对无？有啥物共款？结果大家尾仔拢咧斟酌迄个礼不礼貌的问题，我感觉是层次太低了，太 low 了，对啊。所以你要安怎回应这个问题？台湾系数你无法度回应这个问题，你其实就无存在必啦。我迄当时是安尼想，好。所以这就是迄当阵蒋老师伫即个节目顶面，哦，这应该是民视伊去转迄个2100的迄个节目的画面，哦，应该是安尼，好，所以迄当阵。陈若曦基本上伊伫80年代台语文学论战讨论内底，基本上就是较反对台语文的，基本上较反对台语文。结果到尾啊，佫是出来讲话，佫是出来讲话，非常有代表性。所以，我感觉即个画面嘛，足有代表性的，就是讲，你若是无法度接受讲用本土语文来写作，吼，你就认为讲，大家拢袂晓讲就准拄煞，袂晓讲，咱就用大家上惯习的华语来讲，用华语来写就好啊。真简单，你想咱无去写英文，一句话就拍死啊！你根本就毋免讨论啊，对啊。所以你若是讲哦，华语有伊的特色，有华语有伊安怎，敢讲其他的语文就无，敢是安尼讲。所以
基本上我感觉即句话你想到无用英，你想到无爱用英文，咱嘛会当颠倒倒来看全世界的作家，因咧入选即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时阵，入选的这作家，因基本上拢上家己的母语写吧，对啊。所以你若是要呈现家己即个国家、家己即个文化的特色，你敢袂使放杀咱的母语？无法度，无法度。但是，这个重点其实伫几若摆论战内底，无法度伤过详细去讨论。我感觉这嘛是一个限制。你一论战内底，大家都是一句来一句去的，有足侪物件，你其实无法度好好去静落来讨论，静落来去思考。我感觉这嘛是一个问题。好，所以当阵这个代志发生了，我就想起。不管是我看到文学史的册，又则是讲足侪老师，因定定咧讲啊，台湾文学是一个足多文化、多语言、多族群的内涵，足伟大的、足美丽的。好，那安尼你面对这个问题的时阵，你的态度是安怎？你的态度是啥物？你的立场是啥物？好，你承认语言甲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足重要的，但是你安怎去解决，就是即马咱莫讲台语，客语佮有原住民语，即马客语较好啦，原住民语较危险吼。就是讲，即马台湾足侪遮个本土语言、遮个族群，因无法度传承家己的语言甲文化嘛。你要安怎解决这个问题？对啊，甚至是你伫台湾文化主流的讨论内底，拢是华语，最后这个华语安怎变做是含一个足大的华文的世界合作伙？台湾伫倒位？台湾无去啊！大家看即马，比如讲网络册店顶面的图书的分类，你敢有你敢有法度找着台湾文学即个分类？无法度，拢是华文文学。咱前位出足侪台语的册，结果放伫倒位？华文创作、华文研究，较好的就甲伊放伫倒位？放伫方言，对啊。即摆也是一个非常无进步的一个状况。所以好，咱搁倒来遮，你要先，咱。若是拢要承认讲语言足重要，语言对传承咱的文化足重要。那安尼，你对台湾人足侪族群无法度写家己的母语，无法度用家己的母语传承家己的文化，即件代志要安怎讲？实际上是安怎？好，各位安怎看？各位有啥物想法？我家己的看法是讲，好，我是一个台湾系学生。大部分上定定互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讲，恁是拢咧学台语，对无？恁敢是拢咧学台语？啊，有一寡同学佮有一寡老师因会讲，无，阮是毋是咧学台语？阮毋是咧学台语，阮咧学华语，阮学其他物件，好。啊，结果咧，规个台湾社会对台语系，甚至是台湾文化研究的即个期待。就是望讲，你就是含台语，甚至是咱的本土语言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嘛。就像我迄当阵高中毕业，想要做台文研究，吼，想要了解偌好要啥，我中文系无考掉，我就想讲，台语系是毋是会当帮助我去了解讲迄当阵的台湾的语文甲社会情形是安怎？一定是一个足直接的物件，足直接的连接嘛。对啊，社会大众拢安尼甲你期待，结果你讲你家己毋是，好，你讲家己毋是，就准拄煞。啊！你咧创啥？台湾人咧创啥？好，你要面对这个问题，或者是讲你要闪避这个问题。我等下有一张图，大家让真少讨论，真少来看。台湾系到底创啥？好，搁有你面对这个问题，到底你是要同理，还是要同情？我的观点就是讲，你无一定爱同意蒋伟文老师的意见，无一定。你嘛无一定爱同意讲，迄当阵伊安尼抗议的策略，嘛无一定。但是你对这个运动，你对这个事件，绝对无法度无去同情，因为这个运动是，你看像过去30年代到即马，要100年啊，这个运动要100年啊，这100年中间有无共世代，甚至是讲这若有一批作家，因根本毋知影日本时代，像偌好，因已经写过台湾语文啊、台湾话文啊，已经写过啊，这若即代毋知。完全毋知，因为因无迄个机会，伫迄个环境之下看到讲日本时代的一寡文献资料。因为迄当阵国民党国体制，伊就是反对日本嘛，
肃清皇民毒素。所以讲，遮个资料基本上拢罕伫看到，所以遮个作家毋知。毋过因是安怎，佮家己突然间想起着讲，哦，咱会当来试验讲伫文章内底，敢会当写咱的母语，方言入诗文。这段咧，佮有这个传承是足趣味的，就是讲伫规个台湾文化发展的100年中间，一直有一群人，因无人甲因牵架，无人甲因指示。因就是投入来即个运动内底，努力甲进嘛。甚至是包括讲理工科基金会嘛，是伫即个特别100年的即个历史内底，一个最重要的成绩。100年的努力，毋管是安怎，你无同意无要紧，你但是袂当无动静。这是我的看法。所以讲，台湾系所，咱做遮个研究的人，你要安怎解决即个问题？你面对这个问题，你敢会当伫遐讨论讲抗议到底礼不礼貌？这是足现实的，甚至是讲你要去维护一个大师伊的发言，就算讲伊搁安怎去冒犯到遮个重要的研究的成败，就算讲伊对遮个本土文化是偌尔偏向，你拢会你拢会安尼甲伊维护。所以你无解决这个问题。无解决这个问题，效果就是讲好，咱看时代要怎选择你，咱看后来的人对台湾系所有啥物款的看法，人拢会做选择。即马最近譬如讲遮个人文的学科中文系、台湾系啊、日本系啊，遮个系所啊，反正就是人文类组大家拢有一个足欢乐的，就是讲找无学生啊，毋知以后要安怎啊，甚至是讲。前几冬嘛有台文所讲博士班招无学生，结果咧318过后，有足侪学生讲哇，对台湾历史无了解，我想要去读台文所。坦白讲是捡到的，就是这个机会捡到的，让你免费招生，让你捡到的，对。所以好，台湾要安怎处理这个问题？那是未来的学生，大家拢愈来愈对台湾意识。有伊的想法，有伊的感受，但是你即个体制无互伊即个营养，即个下边拢活落去，对，我基本上就是即个看法。所以讲，咱即摆会当来思考两个问题，头一个就是讲，先看一张画，伫台湾文学的即个体制，甚至是讲咱讲即个学科内底，伊含另外两个。定互人甲做伙咧讨论，甚至是分无啥会清楚的两个学系。头一个就是华语系，比如讲台东大学，搁有华联大学，华联的东华大学都有华语系，搁有咱传统的中国文学、中文系、国文系，伊到底有啥物区别？伊伫研究的内容内底，伊伫研究的即个作家，甚至是讲规个学科的即个内涵内底，伊到底含？这两个系，台湾系含这两个系，到底有啥物款的无共款的所在？一定是无共款嘛！你若是共款，你台湾就去中文系就好，无去华文系就好啊！你想要创一个台湾系伫遮，这嘛是台湾系长久以来一直互人问的。你是安怎毋是中文系内底一个组就好啊？你为什么不变成中文系的一个组？你一定要弄一个台湾系？这个问题长久以来其实拢一直存在啊。要安怎？你好，所以你要安怎独立出来，变做是一个学科？上大个理由就是讲，你要做和别人无共款的物件，你才有独立出来必要嘛。无你就直接伫别人下骹做细汉就好啊，对啊，别人咧做的，你才自然拢有啊。你和别人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所以单咱来看，好，所以华文这个问题，甚至于讲咱讲这三个学科，伊中可能有交叉着的所在。比如讲台湾文学和华语文学，伊的交集应该是台湾人写华语，或者是讲用华语写台湾。咱伫台湾文学内底会讨论着这。刷落来是中国文学和台湾文学之间，台湾文学会插着的，可能就是讲中国人甚至是台湾人甚至是中国人。伊的古典文学、新文学、现代文学和中国文学，伊有一个交集。
吼。煞来华语文，搁有中国文学，伊中文应该就是中国人写华语的物件，甚至是讲用华语来写中国，即个主题伫即两个学科内底伊会定担着，吼。即三个学科中的交集是啥？中国台湾人和中国人写的华语文学，吼，我是安尼看啦，吼，大家当罔参考，可能嘛有一寡细节，可能佫需要修正，吼，大家罔参考，吼。但是即张图会当成立，吼，即张图会当成立，基本上，我有感觉讲，像咱即马台湾文学咧做的，较上好是这。台湾人对国的华语文学，做到尾啊，台湾都无去啊，对啊。所以你若是甲遮个物件拢拆掉，请问台湾文学本身应该是啥物？伊应该是做对历史方面，应该就是吼，譬如讲史前时期、史前时代，吼，甚至是讲到咱荷兰西班牙统治了，一直到日本时代，即个时间点内底所有的物件，佮有。咱所用过每一种语言留落来资料，才会文学是台湾文学要做的物件。结果你伫咧做和别人顶担着的所在，啊，家己的本土语言拢无去啊！啊，请问本土语言是怎么样要做？华语敢有去插你？中文系敢有去插你？袂嘛？对啊。所以即张图画出来了，你就感觉讲，理论上应该是安尼，理论上应该是安尼，对啊。但是实际上，台湾文学其实是强要互规食去，吼。对实务，吼，咱讲实务上面，吼，实际上咧做的即个展出来讲，你台湾文学当然嘛是会当做这啦，当然嘛是会当做，拢会当做啦，拢会当做啦。但是你对即个学科的理解，你无一定爱就知影讲台语文学是创啥，甚至是本土语言是创啥，你无一定爱就知影。毋过你的态度，你对即个学科的定义是啥物？你面对这个争议的时阵，你要甲支持无？甚至是讲你要徛伫什么款的立场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才是台湾文学即摆上主要的一个大问题啊！有的人根本就无认同讲台湾文学内底母语文学是重要的，本土语文是重要的，有的人无安尼认为的，嘛无认为讲咱需要去研究，需要去传承的。所以你紧去烂去啊！你紧去烂去啊！所以即个物件，即个学科到底是安怎成长，要安怎生好势？好，再来顶一张图，咱来看，台语基本上就是一个你无法度家己好命的语言。我是安怎咧讲？因为你即马讲每一种拢毋对，对无？譬如讲，哦，台语你若讲，你怎么可以独占台语？对无？啊，台湾话嘛有人会讲。哦，啊！伫日本时代，日本人讲你这是台湾话，你着爱承认讲伊是台湾话哦。哦，过来闽南语，我感觉是非常无妥当的一个分类，因为基本上伊就是战后国民党发明要来压制你的本土意识的一个产品。哦，但是即摆大家拢讲闽南语较好势，啊无就是伫头前加一个台湾闽南语。哦，即摆可能上大多数的最大公约数啦，大概上侪人会当接受的可能就是台湾闽南语。坦白讲是安尼，但是我个人无安尼认为。好，接下来伫台湾语言的范围内底，咱要怎看这个问题？好，台湾语言，我的依看啊是一个，就是包括台语、客语、原住民语，佮有华语在内。虽然讲可能有人会无认同啦，就感觉讲，华语伊可能就是实名语，伊是外来语。但是我会感觉就是讲，即马对咱的现实来看，伊就是像咱华语会遮好用，伊会遮好势。因为伊豆豆处着即三个语文、即三个文化的人的共同的使用啊，所以变做伊伫即马社会内底，伊的根基是无法度去顶动的。吼，你无法度去讲啊，咱拢总莫讲华语啊。这其实着和日本时代强迫大家要讲日本话是共款的。啊，佮有到战后了后，强迫大家莫讲日本话是共款的，足困难的。吼，除非你是一个独裁政权，你透过国家机器的力量，规个做落去，才有法度。好，若是到即个程度，大家勉强会当同意啊，勉强会当同意。好，所以就是最近有一个新住民语，吼，新住民语若是要放伫学校内底本土语文来教，吼，我感觉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吼，表面上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安排，吼，但实际上你其他的本土语文你拢无去照顾着啊。咱即摆着先去处理讲个新住民语，当然新住民的文化，佮因的语文。
吼，因阁有一寡外籍新娘、外籍配偶、吼外籍劳工来到台湾了后，咱确实爱互因一个友善的空间。毋过，敢是透过即种方式，颠倒转来消磨咱本土语文的一寡资源？我感觉毋是啊，这是别人国家的国语的，对啊，用咱的资源去维护别国的国语，结果咱家己的本土语言呢，颠倒拢死去。吼，所以即摆现状就是，好，大家无要反省国语是啥物？你无要反省，你要使用华语进前，请你反省华语是安怎产生的，华语是安怎透过过去的制度得到即摆即个地位。但是大家无要反省，所以无赞同台语，无赞同台语，包括讲对台语的历史无了解，甚至是有人有一寡偏见，有人是一寡误会讲你就是河洛沙有沙文主义嘛，你无爱互人讲华语嘛，你是沙文主义，嘛有即种情况。好，过来就是。将新住民语变做是本土语文，好，当然长久来看，新住民语敢会真正落地生根，吼，敢会真正本土语文，可能时间长久了无一定，我感觉真正无一定，吼。毋过至少即马即个阶段，我无认为伊是本土语文，无认为，而且伊本质上就是别国的国语嘛，这毋免讲，吼。所以即张图就是我要表现的台湾语文的怪现状。一个上侪人使用的语言，你无法度甲伊号名，啥会出现这个情形？大家当思考看，吼。所以伫即两个情形之下，吼，我讲台湾文化的怪现状，你家己无要抄你的本土语文，结果咧反映出来就是，即马大家对语文环境、语文条件的理解足奇怪。我感觉这某一种程度是互相有关联的，因为你无要去洗脑这个问题。吼，洗脑，我毋知影别人安尼讲无啦。洗脑就是讲华语咧写论文的时候，都有一个梳理。洗脑，头先的洗脑，我是安尼用啦，梳理一些文献，洗脑。你无去洗脑，这个历史你拢无了解。所以我的任务，我认为迄当阵我要写这个论文的任务，就是讲，我要咱来讨论这个。代志，即个事件，因为我感觉我迄当阵若是无写，台湾迄当阵应该是无第二个人会写，真正。对，结果事实证明，哦，我搁惊讲我咧写的时阵有人会来甲我抢，结果写了后，敢若我咧写呢，有一种扣着，毋过有淡薄仔心酸的感觉吼，真正拢无人咧参，吼。即个问题并毋是讲我。即个事件发生了后，我就随时咧写，因为我头前几啊篇单篇的文章，其实已经咧探讨讲，啥物会产生即个问题啊。比如讲，我写过一篇论文咧讨论讲，即马伫大部分学所内底咧做先针对台语文学的研究，即个学位论文，吼，我有做过一个数量的统计，吼。伫即个基础顶面，我开始去关心文学史的思想，吼，文学史的思想。先讲即条，啥物要讨论文学史？因为咱若是要考试，吼，若是要考试，有一门你一定爱读，叫做台湾文学史，对吧？迄是你诚做一个研究生必要的，吼，甚至是讲你台语系、台文系毕业一定爱有的一个基础的训练。所以文学史伫咱建构，甚至是理解台湾文学的内容顶面，伊基本上就是圣经，基本上是教科书。吼，所以咱大家看到主就安尼开始画重点，背，啊背到尾啊，就是考试的时阵甲写出来。吼，但是文学史敢会有问题？文学史敢会有问题？当然。咱讲台湾人对语文的意识足浅薄的，足薄的，理解无济，这有足济部分的因素，值得讨论。但是文学史绝对是大家理解台湾文学内容，佮有一寡重要议题一个关键，伊是一个足重要资料库。所以有一寡物件，你可能伫文学史内底有写着，大家就有印象。至少你考试的时阵，你知影伊是咧写啥，伊发生啥物代志。好，结果我去看。中国甚至是台湾学者写的一寡文学史，吼，结果是共款的。大家对母语文学甚至是本土语文的遮个意见，竟然拢是相共。对啊，中国的你就毋免讲啊嘛。中国伊就是反对你透过文学史去建构你家己的主体性，所以伊一定袂去
摕着讲哦，你有母语文学，甚至是本土语文学，伊莫甲你错就好啊，伊搁甲你讲，对无？好，但是像咱台湾，咱目前所看到，譬如讲陈少廷，伊上早写一本宝宝的，我无查啦，我有收着，是，就是宝宝的一个算讲是较早期的文学史的书，吼，刷来就是叶竹道、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吼，啊，刷来就是彭水金的《台湾文学40年》，吼，啊，刷落来就是大家最期待即个陈鸿明老师迄当阵含陈燕京咧论战，双城论战，迄当阵伊就开始咧写台湾新文学史啊。吼，咱看到伊上册就精彩，顶册就精彩，吼。但是到后册发生啥物代志，等下我嘛会讲，吼。好，所以大家介啥叫好啊？吼，就是讲啊，母语即件代志拢伫历史上介常拢无出现，吼，甚至是讲伊无成功，吼，较好诶就是讲伊无成功，伊有捌有过运动，但是伊无成功，吼。那无过来就是讲，我可能就是。以华语为主嘛，啊，留我摕起安尼，吼。所以拄则我讲到遮个历史文学论战，伫遮个文学史内底基本上拢无出现，吼。所以这实际发生的代志，你无出现，后壁的人做研究的人，甚至是一般的读者，伊安怎透过遮个书、遮个现经去了解讲历史上真正发生过遮个代志。好，所以这部分文学史牵涉到文学的历史，佮有文学史的历史。所以我咧做的是文学史的历史，我咧研究讲，像那遮个研究者，遮个文学史伊拢无要讲台语的代志，伊拢无要讲本土话文的代志，伊拢甲即件代志放落去。刷落来会讨论甲一寡含文学史，甚至是研究的物件较有关系，吼啊，简单提供一寡资料，互大家做参考，吼，大家做参考，可以。我昨这个 PowerPoint 这下尾啊，我惊讲即场会变做我学术论文的考试安尼，所以家己做一寡调整，吼。好，咱拄则讲到讲，啥那我要去注重文学史安怎写的问题，就是像我拄则说明，就是因为大家对台湾文学的知识拢是对遮来，对文学史来，所以你内底若是写啥物物件，无写啥物物件，基本上对大家的知识的累积。会影响足大个，但是这个文学史是伫什么款的背景之下写出来？吼，甚至是讲写这个文学史的人，伊本身是什么款的背景？伊安怎去理解家己语言的使用的情形？我讲这个问题就牵涉着讲文学史的历史要安怎做？对，所以伫我的论文内底基本上都是咧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讲，因为历史就是一种足后设的物件，非常后设的东西。伊就是看你写这个历史的人，伊的背景是啥物，哦，伊看到啥物物件，伊安怎理解这个物件，伊安怎用伊的话和大家讲，所以伊是一个足主观的。咱讲历史无可能有一个客观啊，无可能有一个超然的一个角度，伊一定拢是一个人写的伊所看到的物件尔。但是大家拢会认为讲历史就是，当然历史是有一寡咱讲客观条件，历史的资料。历史的史料，这是你无法度定当的，吼，伊就是伫遐刷来就是看讲写历史的人，你要安怎去甲诠释，怎么去诠释的问题，好。但是足侪台湾文学史伊拢无去看遮个台语的史料呢，足奇怪，哦，足奇怪。好，刷来，另外有几点，其实我头前已经讲过啊，就是讲。台湾系数体制化了后，社会大众对伊是有期待的，甚至是讲当初是咧成立上早的即个台文系的时阵，拢毋望讲伊是会当对本土文化的传承、教育、佮传播是会当有贡献的，是会当发挥伊伫一个现代教育制度之下应该爱有的一个物件，伊应该有即个功能，哦，毋过即摆无。当然，牵涉着教育问题佫较大。吼，比如讲，咱即马本土语言师资的问题，吼，佮有咱台文系所，特别是台文所毕业了后，你可能无法度直接去高中内底教书，无法度，除非你去修另外一个国文系课，你啊变做半个国文系，你才有法度去学校内底教书。即马现实就是安尼，你无去改变，台湾文学就是做人这项的，简单讲就是安尼。吼，所以体制化。体制化，佮有伊个主体上的问题，伊直接牵涉到咱对台湾的本土语言问题的讨论佮有理解。
这是绝对有正面的关联的。吼，所以就是讲，即个争论发生伫百年小说研讨会、百年小说研讨会。吼，这内底开始就讲，即个百年基本上是一个建国100年的观念。吼，建国迄个国当然是中华民国嘛，对。所以这内底其实就是一个史观的问题。我刚刚 echo 有淡薄仔大声。这内底其实是一个史观的问题，大家无讲足愿意去讨论啦，吼，因为这个物件，我会记得应该是李庆华老师有提起这个观念，就是讲所谓的民国文学和台湾文学之间，是不是一定要有差别？我讲是一定有差别的，因为你是不是看过这边较袂记得回音呢？安尼。安尼有较好无？安尼较袂回音嘛？安尼较袂回音。哦，好。坐姿不良。好，民国文学和台湾文学无共款的观念，就是差别是伫倒位？哦，这就开始就讲，好，咱以中国文学和台湾文学来讲好啊。中国文学和台湾文学咧做的物件无共款是伫倒位？中国文学伊内底可能有经史子集，伊包括着讲中国的遮个铁盒、遮个物件，伊无单纯是一个文学的内容尔，伊佮包括讲铁盒、文字盒，佮有足侪里里扣扣物件拢伫内底。哦，这是一个内容无共款，佮有一寡人，有一寡较老派的，可能会感觉讲，哦，你台湾文学就是中国文学下骹嘛，对，你就是中国文学内底嘛，对。所以你看无共款的文学体系，无共款的系统，伊对这两种文学的理解是完全无共款的。你的史观无共款，史观不一样，你的角度嘛无共款，哦，所以你看到的物件就无共款。好，所以简单举一个咧，伫台湾文学内底，日本人所写的文学，像他过去无互人研究着，因为你伫中国文学内底袂做嘛，这毋是伊的系统内底的物件，对吧？啊，你伫华文文学内底做这物件嘛，就奇怪。对吧？华文文它是咧处理华文的问题，毋是咧处理日本话的问题。所以你安尼删减，安尼算落来，敢讲日语的文学、甲台湾的台语文学、客语文学、原住民文学，敢无共款？我讲拢是共款的啊，伊拢是伫台湾文学内底某一种语言写出来的文学，咱拢应该去研究。毋过即马咱拢较关心日语的文学安怎。啊，日文系家己咧做，啊，遮个本土语文咱拢无咧做，吼。所以就是讲，伫文学史内底，台湾意识到底是啥物？这就趣味啊，因为咱讲台派是伫吼上最广义的吼上快的一个分类啦，就是讲哦，我感觉就是家己爱台湾，咱个就是台派。但是即个台派内底，足侪人对文化、文学族群的看法是无共款的，吼，所以。变做是一个足奇怪的现象啊！若是讲台湾文学即个名称、即个正名出现，是因为台湾人的台湾意识觉醒，哦，那安尼是安怎？伫即个论题内底，伫即个问题内底，有足侪台派的人颠倒，伊颠倒无法度去接受讲，母语的写作，吼，甚至是台语的写作，吼，伊加做一种灵动，吼，甚至一种。咱讲咧讨论台湾民族是啥物，伊会去反对，对啊。所以到尾啊，颠倒是咱台湾人家己的学者去反对本土文学、本土语文，无去讨论，这情形更严重。这是一个足奇怪的代志。所以文学史内底，咱讲台湾意识到底是啥物？吼，是安怎大家愈来愈无认同本土语文的问题，无感觉伊重要。这嘛是我了解有探讨着的所在。好，我即摆记一个，我对安尼讲台湾新闻学，属于即个问题，我至少写3、4篇文章讨论过。吼，毋过迄当阵就是咱讲较细卡啦，就是较无啥物出名，所以我安尼写的，别人看的就拄煞。是安怎我要讨论一本？因为我感觉台湾后一本的台湾文学史，可能爱足久以后才会有人写。可能后来文学史伊会用补充的方式出现，哦，就是譬如讲，台语的、客语的、原住民语的，咱用家己的方式去补充。毋过你爱像台湾新文学史安尼，就是自头写到尾，哦，新文学史佮干那写即个日本时代以来台湾新文学的即个物件发展到即摆尔，所以过去的遮个古典文学啊，伊嘛拢无讨论，吼。
所以啥那伊重要，伊逐日互骂，是因为后一部台湾文学史可能足久才会出现啊！你毋知影啥物时阵会阁有人开即个时间、即个精神，完完整整写一本的台湾文学史，实际上嘛足困难啊，坦白讲吼。所以我感觉伊有逐日讨论的必要。咱讲陶明老师伊提出一个后实面的史观，吼，伊讲咱来甲咱的受害经验转化做咱会当利用的一寡资产啊，吼，受害经验转化成社会的遗产啊，吼，所以咱在接受这个华文的物件啊，伊台湾新文学史到最后是啥物？汉语文学的丰收，吼，华文世界盛世一直来，吼，对，但是。伫伊个后实面的史观内底，伊无去讨论本土语的问题，伊无去讨论母语文学，一直有人咧写，吼，像我头前才有几本重要的即个台语文学史的书即套，吼，伊就是台湾文学的发展的年表，佮有伊的作家的目录，拢伫遮。结果伫文学史内底伊无讨论，伊连写拢无爱写。吼，佮有一个足趣味的代志，就是讲印地，吼，一个评论家，伊迄当阵就写一篇评论，吼，伊讲。即个新闻学史就奇怪，伊顶册是挂青色的目镜，吼，绿眼镜，但是伊下册啊，吼，后一册伊是挂蓝色的目镜。即个评论足趣味的，就是讲，好，就是照咱的足传统的即个蓝绿二道，伊顶册是较倚紧本土立场的，吼，简单来讲，本册较倚紧本土立场，后册就相对较无，吼，啥能会出现即个物件？啥能会出现即个迹象？吼，伊伫顶册甲下册到底是写啥物件？简单讲，新闻学史内底，伊顶册其实有承认讲，日本时代是有一名作家咧处理台湾话文的问题，伊有写过。甚至伊嘛是肯定讲，迄当阵这个作家安尼写是有伊的时代的意义的，伊是肯定的。但是到这后咧，这后全部拢无去啊，拢无啊。我咧看，现看，敢若看到一个评论，可能嘛是我看老高去啦。如果看到一个最重要，吼，电灯佫互我掠包的一大问题，就是讲，当面伊咧评向阳老师的伊咧介绍作者啦，吼，就是后册的部分，伊咧介绍向阳，吼，因为向阳老师是算讲足早期咧写台语诗的时阵，吼，所以伫内底有即段评论，吼。当面老师讲。伊互编的台语诗的歌曲，定定变做是正经张合的背景的音乐，这可能是诗人李赞廖上教的吼。伊的台语诗表现甲拄好，但是成就较悬的，也是属于伊中国白话诗的艺术。吼，我感觉，你想要强调讲伊的向阳老师的歌诗，定定出现伫一款正经的张合。咱去看。陶明老师伊伫迄个新闻学史头前的书文，伊安怎写就知。伊讲伊对迄当阵的政治事务，拄啊好是阿扁互创空，吼，伊讲啊，对政治就失望的。伊感觉写文学史是伊的一种救赎安尼吼。他觉得文学艺术超越一切，所以伊伫遮安尼写，我感觉是无啥物意外。伊就讲哦，因为伊向阳老师的歌诗，互改变做即种选举场合的遮个音乐。伊安尼才会当理解，毋过后壁咧，啥那你头前拢无做相关的研究，你无讨论，你无做比较，你啥那会当直接讲成就较悬的是伊中国白话诗的艺术，你头前啥物物件都无讲，就伫册内底安尼读一句去。所以，若是读者看到即段啥，是会有啥物感想？就是讲哦，就是费用老师的。中国白话诗的艺术较悬啊，就是安尼啊。但是头前无比较，无研究，啥物物件拢无。而且华语，我讲华语啦，华语诗和台语诗的艺术，伊的比较的方法是啥物？坦白讲，我即摆阁毋知，因为无人做即种的比较，足少，就算有嘛是足少，至少我目前也未看到。所以，即个物件写伫文学史内底，伊会出现啥物款的情形？就是大家。继续有产生即种，咱讲刻板印象，吼，就是对本土语文、对台语诗即款印象抑搁伫咧，伊敢若写即句就好啊。所以像呢，文学史是重要的，因为伊内底写的物件，伊评论的物件，伊若是无基础，伊若是足侪物件看袂到，伊写出来就是走进去。
所以我简单记即两个咧，大家就知影讲即个问题有偌严重啊。所以一寡文学史的重点，简单讲，我感觉台湾即摆文学史有几项就算讲无讨论详细的一寡观念啊。譬如讲，咱讲台湾新文学，拢是对五四运动安尼来的。哦，五四运动啊，像拄则讲着赖和，伊遮个知识分子，确实是有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无毋对。嘛，确实伫咧中国白话文迄当中的一寡文学表现、文学的试验，这拢无毋对。毋过，若是要安尼讲，譬如讲，伊当阵教会传入来这罗马字，甚至是讲用这个白话字去翻译一寡世界的新闻，进行一寡散文的创作。就算讲伊是干那流传伫教会内底，伊伫主流的文化环境内底，伊无互人看到。毋过伊敢无产生影响。其实迄当阵像赖和啊、郭秋生啊，这个作家，因两下拢会晓写罗马字的。所以你完全无去看这个教会的文献，无去看到讲伊可能有一寡影响力，无你上少嘛知影有一个蔡培火，你无去讨论，你伫规个文学环境内底，你敢若看到汉字的世界。你敢若看到即个传统尔，你教会遐物件都无看到。安尼你来讨论即个新文学，其实是问题足大的。对啊，就算讲遮个教会、遮个文献、遮个新闻，伊就是伫教会内底流传，但是对遮个知识分子来讲，因可能有法度去接触到即个物件，伊可能嘛是一种现代性。对，但是即个现代性含宗教做伙来，即个现代性伫遮个文学史内底，伊是拢总无讲的，伊无甲你看。好，刷落来。迄当阵足趣味的，台湾基本上无去讨论废汉字的问题。中国迄当阵有嘛，日本嘛有嘛，对，大家拢在讨论讲汉字到底是好用啊歹用，大家拢有咧讨论，但是台湾无，是安怎？因为迄当阵对遮个知识分子来讲，废汉字等于是废掉因的民族认同，因拢需要一个祖国，即个祖国是汉文化，甚至是文化上的祖国，所以需要汉字去连。这是迄当阵的一个现实，吼，迄当阵的现实。但是罗马字伫过程当中扮演什么角色？伊可能是一个辅助性的工具，吼，譬如讲，迄当阵遮个赖和啊，伊可能拢加减捌一寡罗马字，伊是一种工具，拼音的工具，吼。甚至是讲，蔡培火就感觉讲，伊就是一直咧试验嘛，就是像一寡过度方案嘛，啊看台湾人要来写台湾话啊，吼，大家拢咧试验。好，迄当阵台语的情形是安尼，相对中国甲汉民族，台语是一个文化上的方言，吼。伊相对日本话是官方的嘛，官方的方言，吼，所以台湾话迄当阵就是一种政治上的方言，吼，因毋是迄种传统的语言学的迄种分类，吼，语言学毋是安尼看，伊是就一种文化上的关系，佮有政治上的关系去理解台语的存在，吼，所以这是我论文内底做到的一寡，我看遮个史料，看因迄当阵的讨论的一寡整理，吼，我的看法是安尼，吼。但是，这内底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讲，迄当阵像郭秋生啊，像黄兆辉啊，因拢安怎？因拢足关怀无产阶级，因拢咧关心遮个下层的人，要安怎将知识传播互因知影，要安怎甲因教育，要安怎互因知影即摆的时代有啥物新的物件。所以，才会产生讲，咱写的文学要用啥物款的语言去表现嘛？你一定要用大家拢听话的语言去表现。去讲，大家才听有，所以才产生整个就是白话就是台湾话文的运动是安尼出来。所以因对无产阶级的关怀，因关心讲人的基本的生活你要安怎过，人要安怎过。所以你无去注重伊的文化，伊的语言是无法度达到即个目标的。所以有一句话最出名，就是讲台湾话甲台湾式的生活。你若是失去这种语言，你就无法度过去你惯习的这个生活，你的生活规个拢改变啊！你讲日本话，就是过日本式的生活，用日本人的思考方式、日本人的价值观，拢安尼传播入来。你原本的生活，你的认同全部拢改变啊！所以过去台湾话文运动有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讲，伊是甲人讲做一个道德主体，伊爱关心这个人，伊的基本的生活要安怎过，所以要去注重文化的问题。这项迄当阵就是。大众民主运动是有淡薄仔关联，简单啥尼讲，所以因的看法就是讲，好，台湾人甲台湾文化，你爱用台湾话来连接。当然，即个台湾话迄当初出现啊，开始出现啊，毋过
伊想要会变做台湾话，我感觉是另外一个较大的问题啦。吼，这嘛是即马咱讲台语到底是怎称呼的一个，大家讨论的一个足大的问题。吼，但是我暂时就是接受即个传统，吼，接受即个咱讲知识上的成果。吼，咱看遮个字典啊，遮个文献啊，讲台湾话暂时是安尼。吼，啊，另外，即个情形出现嘛，毋是无道理的啦，因为迄当阵即种语言，就是上侪人咧讲的。所以你选择用即种上侪人咧讲的语言来进行知识普及，佮有教育的工课，是完全会当理解的。好，所以即句国语读目东，这要安怎读？对啊，即句就是完全咧呼应顶面一个，你国语学遐济，结果你家己台湾式的生活拢无去啊，拢芳去。所以。咱对遮个人看着讲，迄当阵咧讨论你要讲啥物话，你要写啥款的语言，伊毋是一个文学上的问题尔，伊是你要安怎面对家己的生活，会足关键的问题。说落来，到战后，咱讲拄则我简单讲嘛，就是日本时代遮台湾话文的试验基本上是无成功的，基本上是无成功的。而且较会晓日本话的遮知识分子，伊拢感觉讲。我用日本话就当表现啊，所以语文的问题到尾期的时阵其实较无重要啦。吼，但是到战后咧，国语政策出现啊，吼，国语政策其实是完全影响着咱即马安怎看台语，要安怎家己号名的一个关键。吼，因为我拄则讲，日本时代台语对。中国来讲，吼，咱迄当阵的知识分子啦，毋就非议一定啦，因就感觉讲，咱这是相对中国来讲，咱台语是文化的方言，吼，啊，相对日本话咱是政治的方言。毋过到战后咧，因为你国民党来吼，中国来啊，祖国来啊，咱甲欢迎祖国来啊，吼，祖国来啊了后咧，台语伊毋但是文化上的方言啊，伊实际上是政治的方言啊，伊是中国体制咧甲你管。所以这两种方言的观念打做伙了后，迄当阵的国民政府伊就是要排除日本文化，消除皇民读书。所以国民政府伊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就是甲你收编入来，吼，甲你日本的遮个食物完全拢排除掉，吼，所以你就是伫台语，吼，甚至是所有的本土语言以后，就是伫国语的下骹，你就是伫伊的下层。所以伫这种情形，你嘛看到，大家拢无感觉讲，这其实就是咱即马无法度去讨论讲，啥物叫做国家的语言，国家语言的政策是啥物？国语的这个概念，其实到即马也是对大家影响足深的，你无法度去化解。所以就是我拄则有讲到啊，就算讲环境遮尔啊艰难，吼。也是有一名作家，伊伫战后根本就毋知影战前有人咧写台湾话文的即件代志，伊根本就毋知。毋过伊后来佫试验讲，我要安怎写，我要安怎方言入诗。哦，所以我会感觉讲，这就是我感觉讲，你想怎对规个台语文讲，你可能无一定要完全同意，毋过你袂当无同情啊，对啊，因为这就是咱讲台湾这片土地的一种奇迹啊。你无法度去解说，伊就是一种我感觉是有名啦。至少我即摆无法度去理解，吼，或者是咱会当换一个角度来看，因为即个文化经典、文化的即个伊的素养，其实官方虽然一直压制，毋过伊伫民间一直流传，透过各种方式，吼，所以伊变做是讲经过战后一段转换，但是民间的资源也是有够多，吼，也是有够用啦，吼，互大家。伫日常生活当中，佫会当去意识着讲，我敢有法度伫文学作品内底写方言，写家己的话，吼，会当安尼解说，吼。啊，我个人是较浪漫，对，我感觉这是一种行文啊，吼，足悲惨的描文内底一种行文，吼。好，再来一张作家较醒了后，发生啥物代志？乡土文学开始出现啊，吼，像黄春明伊写的就是非常标准的乡土文学，吼，内底。搭一寡台语的词安尼，毋过伊安尼写基本上是也是咧写华语嘛，国语中心嘛。伊所有的伊即种文体上大的特色，就是讲，我正文咧讲话的时阵拢是写华语，但是对话的时阵我写台语，
上济是做到安尼，啊，搁坐一寡就是正文内底讲着台语的物件，搁揽一寡，上济是安尼。吼，毋过开始嘛有作家对即个情形不满啊，譬如讲写迄个《浪淘沙》，作家是啥物啊？东方白，对，东方白。迄当阵伊就讲，黄春明安尼写法，就根本就是杂菜面嘛，毋知你咧写啥啊？对啊，要写华语无华语，写国语无国语，写台语佫无台语，所以伊就开始真正，就是伫文章内底试着讲全台语的书写。所以咱会当发现讲，伫即种情形之下，好，遮个作家开始咧思考讲，全台语的书写敢有可能的时阵，才有一个关键，就是讲，方言文学即个物件出现啊。我伫咧想讲，若是伊当阵遮个作家，伊拢承认讲，咱会当写方言文学，伊是一个正式的，会当互人去承认的一种文类。咱即马感觉会有台语文学，因为迄当阵就是因为。咱安尼写啊，讲台语文学的，讲方言文学的时阵，有一寡作家伊就讲，无啊，方言哪有文学？方言就是无水准的物件，方言哪有法度写？方言哪有法度有家己的文学？好，所以迄当阵我一直咧想啦，若是迄当阵有方言文学即个物件出来了，可能即摆就无台语文学。对，所以即个重点就是讲，咱伫历史顶面其实一直咧面对即个问题，一直咧面对即个问题，啊，有个人看袂清。有个人伊无法度去感受着讲，本土语文由伊的主体性、由伊的重要性，伊和文化传承之间的关联性是，我会当讲是绝对的。你失去即种语言，你就无法度用你即个作品的某一种态度、某一种思考方式去表现你所看到的物件。这可能伫一寡语言学的研究内底，我感觉拢会当证实即个看法啦。吼。所以最后，台语文学伫安尼艰难的环境之下，伊就有人去试啊，啊文学史是安怎家己写？文学史是安怎家己写？其实是和整个国语运动的即个发展是共款的吼，因为迄当阵你方言互屁选，吼，你方言是互当作是无重要的物件，所以伫文学史内底。基本上就袂去讲嘛，迄当阵拢是推广国语嘛，国语是主体，所以文学史袂去写，这是我感觉这嘛是一个当然的结果。但是，伊是安怎理解过去在有捌做过台语文、台湾话文运动的遮个人？譬如讲赖和，赖和其实愈来愈，伊到尾期其实是愈来写台语是愈来愈侪啊，愈来愈侪。毋过文学史顶面拢甲伊当作是一个。咱讲新文学之父，吼，啊，佫是武术运动的继承者迄套，吼，拢无去讲台语的部分，所以变做是赖和伊当然咧试验中国白话文啊，毋过伊毋若是咧试验这啊，伊最后是要想办法去完成一个台语书写的一个规则、一个系统，毋过伊无成功，吼，但是伫文学史内底，即个物件就，互写历史的人杀掉啊，吼，变做是一个足清气的，吼，继承武术传统的一个文字。好，遮写历史的人，伊嘛无看到罗马尼，这个问题拢无看到。所以变做是讲，咧看这个历史资料的时阵，这个作家会晓写罗马尼，你袂感觉伊怪怪？感觉罗马尼这个文献、白话字的传统，伊拢无继承，无伫即个历史的空间内底，无伫即个文化的场域内底参与，无伫即个文化的即个环境内底互相交流，敢讲无？我感觉这是家己讨论。吼，煞来到战后咧，战后叶石涛写即个台湾文学史纲的时阵，我感觉伊的身份嘛是足特别的。吼，因为伊头前是一个，就是经过战后语言转换的时阵，有一阵作家吼，因爱足拍拼，才有法度重新来去学一种新的语言做文学的书写，伊是诗语的一代。诗语的一代上惊的就是啥？上惊的就是讲伊无法度用伊上流利的语言，用伊熟悉的即个物件，上高使用的即个工具去做文学创作。啊，叶石涛伊当阵伊佫是啥？伊佫是日本话的世代啊，所以伊写的文化，佫有文学的评论，若是要伫即个空间，要伫战后台湾文学发展的即个场域内底去发展，伊要安怎做？
伊当然是无法度去强调即个语言的问题啊，伊无法度去强调啊，因为伊就是对遐行过来。而且迄当阵的历史的条件，伊嘛无法度去讲即件代志。好，所以到尾啊，伫文学史内底，咱就一直无法度看到母语文学的存在。吼，甚至是就到到就是足尾期的时阵吼，就是到可能伊文学史写了后，啊，伊较后期的一寡论述内底，伊有搁提起讲，台湾文学内底应该是爱有母语文学，而且即个物件是一定爱发展的，爱发展落去台湾文学的即个观念才会完整，吼，类似即个概念，伊嘛有讲，毋过伊讲的即个话无写伫文学史内底，对，所以变做是大家拢可能你无去查，你都毋知，吼，所以也觉得伊嘛是有改变的，伊嘛是有转换的。伊嘛是有进步的，毋过咱无看到。好，所以就是几场论战内底，我感觉有即三个问题，就是足项的，我也毋知影是安怎会安怎，是安怎会安尼啦吼。就是讲，有的人就讲，啊，你这是咧追求言文一致嘛，但是你无可能去追求言文一致啊。才有一个较专业的观念嘛，就是讲，一般咱咧写华语的时阵，咱嘴咧讲。咱嘴咧讲，毋过写出来的物件，其实是含你讲出来的内容无对等的，因为你的经历，这是所谓口说甲书面语的差别，对。所以有的论者伊会用这甲你，就是骗你毋知啦吼，就是讲啊，你根本一直你根本就无可能达到即个目标啊，无可能到即个程度啊，所以你做台语文学运动是无效的，是无效的。毋过，即个问题实际上是所有的本土语言，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到即马，搁咧找一套上适合家己文化主体上，搁有一种实用性的一个书写的工具。吼，咱用中国白话文的观念来看，中国白话文，伊基本上就是一个发音对一个汉字，伊的口说甲书面语的对应是足完整的。毋过即马台语搁咧处理即个问题啊，所以这是两个完全无共款的问题哦。但是伫即个论战内底，有一寡人就会甲即两个概念就是拉做伙，啊，甲你讲啊，台语无可能做到言文一致啦。我袂咧甲你讨论言文一致啊，我咧甲你讨论讲台语是安怎才有法度找到上适合即种语言的表现的方式。所以到即马才有全汉字的啦，吼啊汉罗啦，啊罗马里啦，才有分即三派，啊即马搁咧整合。我感觉台语运动上伟大的所在就是，大家做伙来拍拼，做伙来努力，咱袂用过去国语运动即种方式，去甲咱所有的语言的习惯全部拢改变，咱袂行即种路嘛。但是透过国家的力量来做一寡整理。来做一寡基本的即个文字文学的工程，来找到大家上同意、上适合，大家用起来上爽快、上方便的一种方式、一个规则。即个代志一定爱做，一定爱做。哦，若是讲即马咱讲国家语言发展的即个政策出来了后，伊一定是爱处理即个问题，对。啊，所来就是讲做台语运动，上天也互人讲是河洛沙文主义嘛。河洛沙文主义是利用台语的一个台语族群吼，一个足我感觉是上大的限制，一个现实吼，来去做分化的即个动作，就是讲你安尼去提起讲河洛沙文主义，啊，其他的本土语言的遮个族群，伊就无要甲你合作嘛。所以讲出即种讲法，伊毋若是误会讲台语文即个运动上重要的关怀、上重要的重点，而且伊搁咧做分化。好，刷落来最后就是讲，台湾咧用后殖民理论的时阵，我感觉拢怪怪。吼，甚至是最近讲到华语语系、华语系文学即个概念的时阵，我拢感觉足危险的。因为华语系文学提出来的时阵，有一个研究者叫做石淑美，伊咧讲华语语系即个概念的时阵，伊要对抗的是中国迄边。就是讲，伊要向中国讲，你毋是讲所有华语的物件拢是你中国的啦。你无共所在讲华语的人，伊拢有家己在地咧使用华语的习惯，有伊的一个背景。毋是讲所有讲华语的人拢是中国啊。伊主要是安尼。毋过即个物件放来台湾的时阵，伊会产生啥物问题？因为台湾华语是经过国语运动，
才达到即马即个情形。伊背后是有一种咱讲政治、佮有教育、佮有文化的迫力，伊才看到行到即马。所以你伫台湾咧讨论华语语系的时阵，你一定要注意到讲即马台湾无共款语言、无共款文化之间的迄个语制关系是啥物？是毋是华语搁咧压制其他本土语文的发展？我感觉是啊。所以伫即个情形之下，你常常推嚟讲华语语系即个物件是足奇怪的，因为你无经过一个文化上的转型正义，文化上的转型正义你无做，你讨论华语语系会足奇怪。这就是我拄则讲到的，台语上大的一个，咱会当讲是现实，伊可能嘛是一个足大的问题。这嘛是时顺中老师的意见，我就是家己照伊的观点，就是讲台语上大困难就是伊是上多数的弱势，上多数的弱势。所以变做是你要去讨资源的时阵，大家会感觉讲你人就遮济啊，你敢有需要保护？对，但是对文化上来看，即种语言的使用。伊和人济啊少，其实无完全的相关啊。坦白讲，伊可能会当互即个语言加活一层。毋过，若是大家即马讲的台语愈来愈走升去，嘛有人认为讲，语言本来就会改变啦，语言本来就会改变。毋过，像一寡台语的华语化、台语的华语化，即个物件咱要怎去面对？用台语的人愈来愈少。互其他的语言透能够愈来愈侪，伊失去伊原本语言的一寡结构，伊失去伊原本的思维。咱要怎面对这个情形？文化的存在和人济啊少，其实无完全的相关啊。坦白讲，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啥物是纯的台语？啥物是纯正的台语的文化？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无要处理。好，毋过伫这个情形之下，好，台语的人即马上济，咱敢会当透过台语文运动，和其他语族的人、其他无共款族群的人，去形成一种对抗国家语言暴力的一个，咱讲定线。这是啥较迄啦，文绉绉啊，做一种救民这种，甚至是能力的一项差异范畴，是较论文的写法啦。毋过我就是感觉讲好。这嘛和我今仔日的重点有关系，就是讲，谁拢会感觉台语应该是台语，我会安尼主张，因为台语这个文化共同体出现的时阵，是因为台湾伫历史顶面一直受着两届，一直上至少是两届，日本时代，佮有战后国民党的时代，经过两届国语运动的摧残，所以伫这个情形之下，台湾人，迄当阵的台湾知识分子，你要提出一个上。你讲，咱讲武器啦，要去甲伊对抗的武器，你有啥物选择？一定要选迄个上好用的嘛，人上济嘛，要甲伊对抗的。伫迄个情形之下，提出一个台湾话的论述是完全合理的，当然，你下种过程当中，原住民那要安怎，客家要安怎，因拢会有即个问题啊。毋过，伫迄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咱会当看规个母语运动的发展，讲台语的人上侪。慢豆豆鼓励讲，客家族群是毋是会当家己来做？自头到尾，台语的人，台语的族群根本就无去压制其他的族群，讲你袂当讲家己的话啊，是咧甲因鼓励的。大家去看这历史的资料，去看论证的资料，都知影嘛。所以你哪有可能变做是河洛潮人主义？对历史的资料内底，咱看到即个现象。好，所以若是台湾人迄当阵伫即个情形之下，你要找出一个。多数人上济、上有力的、基础上在的、上济人出来发声的，去面对即个困境，台湾话当然是头一个选择啊，这是一个战略、战术。迄当阵是安尼，做即个选择了后，台湾话台语有发挥伊应该爱有的功能，有担起伊的责任。即个上济人所使用的即个语言。有负起的责任无？有啊，无规个台湾话文运动，对日本时代开始到即摆2011年，上仔伊拢有人咧做。敢讲咱用台语即个词，咱担起即个身份，担起一个人民的头。敢讲即个运动，遮个人、遮个运动者无做着伊应该爱做的代志，敢是安尼？无嘛，伊拢咧做啊。对啊，所以伫即个情形之下，台语变做是一个上。
对抗国语运动、对抗国语霸权上有代表性的一种语言。伊甲袂当成做一个台湾上有代表性的语言。大家当去思考这个问题。伊伫历史顶面做过遮侪努力，做过遮尔侪代志，结果伊无法度变做是一个上有代表性的语言。我是安尼看。所以就是台湾意识，即摆主流的版本就是讲，哦，台湾大家拢爱台湾，大家拢爱台湾啦。毋过，咱无法度去处理着反抗实名语言的即个问题顶面，咱无法度去处理。咱就是一直接受嘛，对吧？一直接受，用到尾仔咱家己拢惯死啊，惯死到尾仔就会出现讲，像咱台语你无法度家己好命啊，新住民的语言，你找无一个适当的政策，去起造一个友善的环境，结果颠倒是到学校内底去压迫着咱家己本土语言的资源。好，过来，未来咧，这嘛是写到较落长啦。吼，毋过，同样是最后，台语文学才会当成做一种被压迫经验的共同语，就是讲，咱嘛是咧做即个运动啊，咱邀请别个语族做伙来关心家己的文化，大家做伙来做，啊到尾啊咧，台语即个族群一直发挥伊应该爱做的代志，吼，讲一句较实在的啦，上侪人咧使用即种语言，你拢无爱做啊，你咧茫讲。较少人使用的语言，有法度透过政治的力量去向咱的政府争取到啥物物件，敢有法度？足困难啊，对啊。所以伫即个基础顶面，好，台语文学，或者是讲咱要安怎称呼即种语言，我感觉，迄拢毋是上要紧的，上要紧的是，大家要安怎伫即个争议内底，无论是你要同意也好，无同意也好。每一个语族，你要安怎自即马开始传承家己的文化？你用啥物款的方式拢无要紧。你做到即个程度了后，咱才来讨论讲台语到底是毋是台语？是到你要承认台语的历史，台语的历史的功绩，台语运动才会努力。咱来讨论即件代志，搁袂晚。对。啊，伫即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台语一定会发挥伊的角色。咱所有关心即个议题，或甚至是长期参与即个运动的人，我相信咱拢会伫即个过程当中有一寡贡献，有留一寡物件落来。我感觉这是较重要。啊，时到，咱才来讨论讲台语，你感觉伊是台湾上代表性一种语言，时到才来讨论。对，但是我感觉这应该是一个共识啦，就是讲咱对这100年哦，咱莫看伊哦。咱简单看日本时代到2012年，80年啦，80年的努力，感觉无够。对，所以这是我做文学史的历史所提出的一寡浅薄的看法。啊，可能无一定讲大家拢会同意啊，这是足侪讨论内底的一种版本。对啊，就是直接提供互大家做参考。啊，我想讲到遮，哦，原本应该要留半点钟啦，但是。做的物件较济啊，较到位安尼，所以无留足侪时间。好啊，先讲到遮，毋知大家有啥物意见、啥物指教？我请问吼，你是台湾的学生嘛？吼，你是台湾的学生嘛？啊，你讲你较早读校读的就100%从台语教嘛？对，100%嘛。啊，你即马来师大是毋是共款？啊，政大迄边咧，我咧这是头一个问题啊。哦，第二个问题就是讲，你日常生活内底是100%用台语伫讲，伫写，还是90%、70%、80%？哦，我的问题就是讲，恁遮专家，恁遮真专家，你用的就是杂菜面嘛，就是原南一张嘛。你无写足纯的嘛？安尼时阵，你哪有可能要求一般的人会了解台文啊、台语嘛？这是我的看法。哦，恁本身就是，这就是我上哪要问的，就是恁学校教的是毋是100%？哦，啊，你家己生活中是毋是100%？你家己的
日常有用着无？有一个即项你家己读的，恁老师讲的，还是恁老师讲的，还是人你上头讲的，讲黄春明是杂菜面嘛？哦，啊，倒转来讲，你批评人杂菜面，你是安尼共阮要你煮杂菜面，我的意思就是安尼啊。吼，北京大部分所的情况我毋知啦，吼，但是较无听因咧讨论遮个议题是正实的，吼是正实的，吼。啊，就免搁期待讲因伫过去遮个争议的情形之下，用啥物意见，当然免期待伤济啦，吼，这是因为我无去上过课，所以我嘛毋知吼。毋过嘛有一寡学生伊对即个问题是有反省的啊，譬如讲，像咱我台湾系所毕业，啊我英语、日语检定啦考遮悬，咱考第一级才会当毕业，啊结果咱本土语言免检定，大家拢有咧反省即个问题，吼。啊，就日常生活的台语使用，因为我做工课哦，阮伫出版社接电话，有当时啊就是读者，对啊，卡来就是台语嘛，对啊，所以即个问题对我来讲，可能就是一半。但是我感觉杂菜面，当然迄是迄当阵东方白吼，伊咧批评黄春明伊的文学语言的情形吼。毋过我感觉上重要的是心态嘛，因为你即摆坦白讲，你要求讲一个人。伫日常生活当中100%拢用台语是较无可能。当然，即个试验我感觉是值得去进行的，即个坚持是值得的。吼，但是日常生活内底，吼，你要展现出啥物款的态度？你要展现出啥物款的包容？啊，带引人来关心即个议题，甚至是讲愿意来学无共款作文的语言，我感觉这是较重要的。对啊，这是我简单的一个回应。够无？连着一下，没事。我的问题吼，就是你想要啊，这个影片内面写的吼，台语文学吼，做是毋是当做一种被压迫经验的共同语？吼，我的看法是讲，台语文学吼，我讲的台语文学是迄个写意的台语文吼。毋是迄个集合，迄个台湾文学迄个集合。我感觉讲，伊是一种被压迫的迄个语言，同时吼，伊嘛是一种会去压迫别人的语言。为什么安尼讲呢？拄好我今仔日吼，要出来进前，我咧脸书顶头啦吼，看到一个原住民的朋友啦吼。伊在即个 FB 顶头咧讲吼，讲为虾米吼，迄原住民因敢若较倾向泛蓝吼，在投票取向上面，这足侪讲台语的人拢有即款的迄个疑问吼，对原住民。吼，伊的讲法是安尼，伊的讲法就是讲，伊认为。第一代的迄个讲台语的人吼，是讲华语的人吼，更较苦，因为遐个人是真正侵占迄个原住民土地的。伊的论点内面，我感觉上力的一点就是讲，嘛原住民烦恼，就是用台语讲，这咱无法度否认，吼。所以我讲。其实台语文嘛爱去反省，伊是即个国家政策吼，人民政策的一个受害者，但是伊嘛会去压迫着皮较弱势的族群，参像阮样，吼。所以我会感觉讲，你爬也写这也是用迄个集合啦吼，台湾文学。台湾文学做成一种被压迫经验的共同文学，还是讲语言，安尼会较好。安尼咱就会当甲原住民、客家，拢揪做伙，甲讲台语的人拢揪做伙，去关心较早真正迄个用国家力量咧压迫一民。即个日语，甲即个
即个华语、北洋话，即款用迄个国家机器来做压迫，迄种，这是我的即个看法。所以是讲共同语上好是改做共同文学，是一个台湾文学啊。台湾文学。其实我感觉这牵涉着讲定义的问题啊，因为过去真正是就是讲较会去狭义的定义啊，就是讲台湾文学就是一定要台语文学，即个台语文学内底就是变做是包括着河洛话、客话，搁有原住民语安尼。但是我感觉这个分类伤乱啊，是讲过去是安怎遮个论战伊无成功，是因为台语文学这个定义一直咧存究。就是讲，我要面对别个族群的时阵，我的台语就足大个，全部拢包起来。毋过我要讨论探讨迄个问题，代表性的迄个问题。对，代表性的问题。原住民一定会抗议，因为伊会抗议讲原住民语，原住民的母语才是真正的台湾话。你无法度甲否认。是啊。只有甲包容。对。安尼咱才有法度变成一个台湾文化，才有法度变成一个多元文化。是，但是用台语安尼规个甲包起来，即个策略，我是感觉，因为伊会造成讨论的困难。我上重要是正当性的，对，正当性。克服嘛。对，但是我拄则讲的迄段历史，其实是咧解说讲伊诚做一种正当性的考量。当然，以后台语你要用台湾闽南语来简称，或者是讲你实际上要安怎称呼，我感觉。迄拢是，迄就是包括讲每一个族群内底安怎沟通，是包括讲拄则你有讲到的，过去汉民族和原住民之间，或者是平埔族复兴的这个运动之间，族群的关系要安怎去重新来描述，咱要去安怎理解过去的历史，毋过要讨论即件代志之前，咱会当先来讨论讲是安怎台湾话文，伊伫咱台湾的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伊会一直出现，而且伊一直咧回应国际霸权、国际运动的即个实际情形是安怎？我感觉先了解即个物件，了解台语真正的历史，了解伊的功能、伊的背景，咱才来讨论讲，咱要安怎甲伊好命。但是我上大问题就是讲，即摆根本就无人知影讲过去台语发生啥物代志，文学书无爱甲你讲，知识分子无爱甲你讲。对啊，但是你伫即个情形之下去讨论台语，是安怎会变成，是安怎会互人看做是一个河洛沙文主义？这是我感觉这是一个，你无先经过一个经历，你无先了解即个语言历史，甚至是包括讲，我感觉台语运动可能互人掠包。是安尼吼，这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对，我拄则是咧解说迄个历史的过程，而且咱较早咧讲台湾人的时阵吼，咱是甲原住民排除。对，是，这我是。对。但是真正台湾人是其实是原住民。是，他袂讲啊，你若是台湾人是原住民。你若是要讨论到尾后，就是我感觉这就无效啊，这个讨论就是无效啊，因为你现实毋是安尼，所以问题是讲，咱要怎去了解每一种语言的历史，包括讲面对原住民，你要互相的说服。我感觉这个过程是搁足长久的，毋过咱先了解台语的历史开始做。台语的历史我来讲啊，客语的历史人要讲无？原住民语、原住民族群要安怎去理解这个历史，甚至是讲来去面对这个问题，伊要参加入来无？这我无决定，但是我感觉这个历史应该是爱先来讲出来，应该来讨论。对我的论文是，甚至是讲我的想法，步骤是先处理大家。还有最后还有时间的关系。我有两个问题吼，是一点就是讲台语的名称的问题。是。河洛话迄个语言评定发草案的时阵是用河洛话即个名称吼，是毋是你嘛会当介绍伫内底？这一项，第二项就是讲，你讲到讲，若是较早有方言文学伫咧台湾出世的时阵，台语文学可能无需要。即款的看法，毋过我是嘛有即个部分，毋过即马台湾的人动相关的时代是啥物人造成的？是中国的对台湾的压力造成的。所以伫咧即个压力之下，台湾是毋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是台湾话是毋是中国话的方言？即个
意识会愈来愈悬，所以毋若是实际上用啥物语言的问题，嘛是政治的关系、国际关系。多谢。好，我简单回答。基本上，要就是台语，吼，你要家己学做啥物款的称呼，包括讲台语、台湾话、河洛话，啊，搁有台湾闽南语，吼，足侪拢选定，吼。啊，甚至是包括讲河洛话，有人写做河洛嘛，河水的河，黄河落水那个河洛，哦，啊，搁有啥物？河乐就是鹤立鸡群的鹤。啊，一个人字旁的老可乐，哦，安尼写，哦，啊，但是我感觉讲，无论你安尼，无论安怎写，嘛是有人写做，就是罗马拼音啦 ，HOLO 安尼可乐，哦，我感觉这拢是足侪方案，足侪方案，啊，方案之间搁有包括讲像阿伟林老师伊嘛针对讲你要安怎，你要叫伊可乐话，要安怎用啥物字去家己称呼较妥当，哦，毋过我是感觉讲，这其实拢是较后面要讨论的啦。譬如讲，我家己可能就会摕一部我用河洛罗马拼音的迄个河洛，对，这是我个人的惯习。毋过我感觉要讨论即个名称的问题真正，吼，台语是安怎变做台语？就算你要同意也好，无同意也好，咱拢总是爱了解讲伊伫咱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是安怎出现的嘛。我拄则就甲大家报告讲，是伫即款的情形之下出现的。而且台语一直发挥伊的功能，吼，承认即件代志了后，咱才来讨论讲好，咱要面对原住民的问题，吼，面对啥物人是台湾人的问题，吼，面对台湾人爱讲台湾话，即个台湾话是啥物话问题的时阵，咱会当静落来讨论，吼，静来讨论，啊，知影讲，咱的语言发展的过程，甲历史到底是安怎？毋是讲掠一个台语，大家拢是台语啊。啊，啥物人有代表性啊？我感觉迄拢是空的，因为你无去了解迄个历史嘛，对啊。啊，你掠一个台湾话，即个名称伫遐拍，你打不出结果，无结果啊，无结果啊。啊，但是你若是了解即个历史了后，无的确大家对台语即个名称的了解，对台湾话即个历史的了解，搁较深，会袂一直认为讲，哦，台语就是迄霸权啊，毋是啊，伊是为着要面对霸权出现的一种武器。啊，即摆咱要使用即种武器咯。会当讨论，我感觉会当讨论，对啊。啊，另外就是讲台湾话，敢是方言，敢是中国话的方言。我是感觉即个，当然面对中国的压迫是一定的。毋过即摆伫文化论述内底，语言其实我感觉即部分我是较无烦恼，因为即摆中国的压迫伊变做另外一种形式，就是咱讲华语文学的时阵，有足侪学者就是看到华语文学一个新的概念出来，大家足欢喜的，啊用理论用甲足欢喜的。但是，敢有想过讲华文即个物件背后到底是啥物人是主体，啥物人是迄个上大神的，是中国嘛？对啊，所以关系到即个华文文学伫台湾文学、台湾文化讨论内底，伊扮演啥物款的角色？搁有中国迄边，伊要安怎？伊基本上中国文学。伊甲换掉嘛，伊基本上就是换了一个名称而已啊，换一个名啊，对啊，无小心就会变做是一种华文世界吼。介想讲中国就是一个电器市伫遐，中国这店的其实无啊，即个文化专设权阁是伫伊遐嘛，对啊。啊，重点就是讲，当然华文即个物件，咱嘛是会当用，毋过咱要伫台湾的即个环境内底用甲妥当，用甲好势，我感觉即摆阁无做哪一步。对啊，因为你讨论着华文上先爱面对，就是讲伊是国语啊，国语过去造成的遮个压迫、遮个霸权，你即摆本土语文，你也无转型正义，本土语文还没有转型正义嘛，对啊，你讨论华语语系这个物件是空的，是无效的，因为你讨论的华语是copy， 是行过去国语霸权的路来的，所以你要讨论华语文学，你无先去处理遮个语文之间的权利的关系。你是我感觉迄拢是无看，颠倒是用华语语系即个新的物件来压迫本土语文啊，对啊。啊，伫即个讨论内底，我就感觉讲，即摆台湾应该是
家己是要较袂感觉讲咱讲台语讲河洛话是中国语的方言，是较袂安尼啊啦。吼，颠倒是家己咧讨论讲啥物是台语的时阵，会抓即点出来，拍。吼，譬如讲，尤其是河洛话，台湾人家己咧讨论河洛话即件代志的时阵，会用中国话的方言，即个理由吼，来甲你阻挡，讲你袂当讲家己是台语啊，你明明就是语言上面的河洛中国汉语的什物方言啊，你无家己的主体性嘛，所以你袂当叫台语。我感觉即个问题是咱咧讨论台湾内部家己咧讨论台语即个名称的时阵，颠倒是会去牵涉到中国话的方言即件代志。毋过即马面对中国，我感觉语言即部分是即部分颠倒是嘛，毋是讲较无要紧，毋过伊较毋是一个主题。我感觉伊较毋是一个主题，颠倒是华文文学这件事情要特别注意，对，因为大家咧讨论那华语上大的、华文上大的就是中国嘛，对啊，所以简单回问到遮，好啊，等下若是有时间，大家会当搁继续讨论啊，继续。好，总结一下。非常感谢迄天凤今仔甲咱介绍台湾话的历史。台湾话伫文学顶悬，伊到底是扮演什物角色？啊，伊安怎带咱迄台湾的作家，还是台湾的文学作品，因是有啥物款的文意识啊？来成做即摆的台湾，即摆台湾意识的现状是啥物款？所以咱以后嘛是，咱以后才有即摆的环境，还是讲，就是因为有头前人的拍拼，咱即摆才阁会当去可能讲你要安怎复兴你的母语啊，还是各个族群的文学、文化安尼，所以希望咱大家做伙以后会当继续来关心台湾的即个所在的语言甲文化议题。多谢大家今仔参加。我最后搁补充一个，就是头前遮有几本台语的文学书，因为拄则讲到像台湾新闻学史啊，伊拢无写到母语文学，但是头前遮就是台语母语的文学书，拢伫遮，这就是政府。搁有即马我会补摕到即本书啊，就是即马一个新的小说家伊伫即本小说内底，轻浮子华语的小说内底，伊写足侪台语，伊伫正文内底嘛写足侪台语，而且伊的台语就是教育部的推荐用字。做水库，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讲，即马咱咧做的这运动，这累积，伊敢无效果？伊其实是有啊。上至少你咧做即个台语的即部分的时阵，教育部有一个推荐用字，大家会去参考嘛。所以伊就会写伫小说内底，写伫小说，大家做伙来写愈济，伊就会变做是遮个文学家共同会来使用的一种书面语。所以台语文字化的整合会愈来愈顺利，所以即本我就感觉是一个足好的证据啊！咱的努力毋是白了工的，对。一般的华语的作家，伊写遮厚呢，写遮厚呢，啊内底的台语文拢遮苛刻，伊拢去对迄个推荐用字，对啊。所以有做也是有效，啊，大家继续拍拼，继续努力，好，多谢。